哟，你今日看起来真欢喜哦。干嘛你明显？听这种朋友啊，白变变心啊呐，伊今仔日拢无咧爱我。你莫遐乱啦！咱今仔日邀请到我非常喜意的艺人啊，我是紧张。请问你紧张甲喙烂拢含伫喙内底，吞落去，爱喘气，紧张甲话拢讲袂好势啊！爱记喘气，好无？我是紧张甲话拢讲袂好势啊！所以你今日敢是搁要蹬大腿？无，我已经骹麻走袂去啊！但是吼，我嘛是真佩服伊啦。今仔日来宾吼，无论是伫咧舞台剧、戏剧、电影，拢会当看到伊本人，而且即摆伊搁兼唱歌，真正是有够厉害的。真的，我逐礼拜伫明报客站拢有看到伊啊，看到伊是欢喜甲。你是毋是幻想你是另外一个女主角？好啦，无要紧啊，无要紧啊，咱先开场，准备来访问。我今日等下卡柜的记者袂调。好啊，开始开场就开场，你在创啥？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抑个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等下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啦？要介绍来宾啊？你啊吵？毋是啦，就是甲来宾有关系的问题啊。好，你讲看卖是啥物问题？就是我拢听大家拢叫伊华语的名，拢叫伊竹生啊。毋知影讲咱台语敢是直翻？嘿啊，无咱来问竹生哥本人好啊。嘿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竹生哥毋对啊，咱是台语的频道。无，因为恁突然间，都 Q 到我呢，就是对啊，就直接竹生哥拄仔伫边仔看人家拉比赛伤久啊。竹生哥，所以人拢叫你竹生哥，还是？对啊，你拄仔咧问我讲，印象单德生，生哥啊，生哥啊。阿星啊，阿迪啊，无啊，大拢无，大拢叫竹生哥。所以我等就是继续叫竹生哥。拢好啦，精彩。阮生哥啦。系啊。即摆是我咧唱你的偶像啊。但是对咱名，若台语讲是单德生对。单德生，是。哦，紧的啊。要开始问你莫紧张吼，你紧的。你说坐电梯，听众朋友甲恁讲一个故事，拄则有一个人坐电梯的时阵，完全毋敢甲竹生哥看。紧张甲无法度讲话啊！即摆连访谈拢出问题啊！好啦，我要靠钱啊！我开始啊！无，因为我拄仔想讲吼，那即个 tempo 落吼，我可能是毋是我跳过来做主持人？无啦，因为应该是恁问我才有瘾才对啊。有啦，我等下要开始啊！紧问啦，你是要做来宾？好，咱拢知影竹生哥的台语真好。那呢，想要请问竹生哥是倒位人啊？你敢是自细汉就讲台语？台语是安怎练呢？安尼，因为大家咧讲这个时候，我讲，好安怎都好，就是，迄是大汉了，毋知有人咧讲哦，迄台语讲了真好，你才会讲安尼我讲了真好，无其实家己都无感觉，无啦，因为你自细汉你就讲。你就是母语嘛，你母语嘛，你就是自细汉环境吼。我台北新庄人。台北新庄。我新庄人，台北我是台北人。大家拢想讲我是中南部的人。扣者台北新庄的身份证号码头一号是几号？是安那？无啊，甲新庄无关系啊，就是台北拢是 A 哦。F 啦 ，F 啦。A 是倒位？A 是倒位？A 是倒位哦？我毋知呢。是北部的。我毋知呢，但是。查甫查某无共款啊，共款吧？无啦，无共款。阮中华拢是 N 的，是数字无共款。无啦，查甫是1，查某是2。是安尼吗？是啦。我记得阮都是安尼。英文字敢若嘛无共款，敢毋是？英文字拢共款。英文字代表一个地区。无，我都毋是头号种的，我哪会知？哦。对，伊系啊，我是新庄人对啦，我台北人啊，但是就是。细汉你就是拢讲嘛，包括你去学校，同学你嘛是讲台语较济嘛，对自然啦。你是到大汉了，你可能早期做戏剧的人拢较注重就是字正腔圆嘛，爱讲国语嘛。所以你当来即个戏剧舞台剧场的环境，大家嘛是讲国语较济嘛。只有讲伫做技术的人诶，即个工课来咧。沟通开会的时阵，可能就较会讲台语，嘿，无你较早你当20几年前，你讲剧场嘛无真侪台语的戏嘛，对，拢是爱讲国语，字词诗要分得非常清楚，还有
对吧？啊，就慢慢就是，是到尾啊，感觉讲逐个敢若有注重即个敢台语的教育，还是讲你生活中慢慢啊吼，大家讲啊，戏剧的比例变济。对，啊，我迄当初才慢慢才发现讲，大家敢若拢无啥伫讲。对，啊，所以你若要搬戏，还是要迄当阵的时阵，大家都毋知影要安怎啊。即个时阵啊，拄好咱自细汉就拢讲台语，啊，所以变成讲就变做一个专长安尼。嘿，敢若无，迄是比较之下。对。你才讲无你讲外交哪有外交？因为我嘛毋是做台语的即个语文的学者、语言学者，因为我常共讲，我讲你讲台语咬安怎咬，我是会晓讲啦。啊，戏剧这比如讲，你伫戏剧剧本。咧表演生活伫当中，你爱有一个自然，互伊感觉讲你伫迄个情景当中讲出即个话，袂感觉真奇怪。但是你甲我讲，若要研究学问、台语故事，这我毋是，我无即个专长，所以这是无共款的。所以有当时大家讲你台语真够，我无影真够，咱是会晓讲，搬戏有够用。所以朱生哥，你敢知影讲台语其实有字？有，我知影，就是。即几年来，大家拢伫推广台语正字，对，推广伫台语正字拼音这吼，互大家学习较迄落方便。但是，我拢还袂学起来，因为对我讲，袂啦，你已经有伫练啊，这甲阮等下后一条有关系哦。就是看吼，有当看爱小反应啦，因为你自细汉看，因为伫我即个会的人吼，阮。成长的过程，你讲18岁吼？哎呦，你毋甘嫌啊？20岁啊？敢有像？莫讲82就袂歹啊。袂啦。无啦，因为阮成长的过程无无即台语正字啊，迄当阵嘛无推广即个物件啊，所以咱过程吼无学这较袂习惯啊，所以阮自细汉，阮种滚孙笑，阮就是对阮来讲，阮写也好，看也好，拢是像细汉迄落卡拉 OK 迄款的用倒字的迄个对。颠倒安尼，敢若伫看的时阵你习惯啊，所以你有法度反应啊，所以即摆就是慢慢有推广，咱看的习惯袂，慢慢学起来安尼。因为这就是甲等下拄则要甲你问有关系，因为知影讲最近你写歌词。因为对，最近有甲一个王俊杰一个好朋友，对，跳地啊，伊等下要问这，你等下你的卖将要甲你问的，我是咧问讲，若有人问你讲台语要安怎学，你讲有啥物建议啊？无啦，就接听接讲就好啊。接听接讲。系啊，我感觉这就是安尼，有一个环境吼，迄个学一个语言吼，就是大家拢是一定是创造一个环境嘛。有的人就是比如讲交一个男朋友，交一个女朋友。就是你讲，比如学英文，就会交一个阿多啊，你的目色莫一直甲伊看，交一个男朋友莫看遮。我使甲你介绍啦。阮剧团做者少年啊。无啦，我遮济岁啊，但你是咧我会使甲伊介。年龄不是问题。我错啊。讲迄，我会使帮伊介绍啊。阮对无剧团遮济优秀的少年家，是毋是？哟。你敢若心所爱，敢若你一个。系啊，歹啊。你安尼我后壁毋知影要安怎问题啊咧。我这是惊你伤紧张啦。无啦，只系跳一搭，即摆是问你讲台语环境第2条尔啦，伊等下要问你第3条啦。台语环境无啦，接听接讲啊。我感觉学一个语言就是安尼啊，就是你爱有一个你着练习啦。比如讲。加看一寡台语的节目啊、戏剧啊、歌啊，对啊，甚至就是讲交一个男朋友、女朋友等等安尼。又个是男朋友。这一定是足对无？这一定足有效的啊。阮朋友嘛捌讲过。就像讲你若我毋知你有即个经验嘛是好感觉无？就是讲你若出国。出国对，交一个当地教你。莫讲你。莫讲交一个当地教遐起来，你讲你出国，你是毋是对啊？你着爱讲啊，无你含食着有问题，大着有问题，所以你去旅行还是创你旅游嘛是拢会用着啊。对，所以你出国了，过海关出去了，你一定着开始讲英语，还是讲有个人甚至有个人去中国大陆出海关就开始学啊咧。伊本来可能无学但是伊嘛是超讲的啊，就是有一个入境随俗的感觉啊，系啊。了解。你会使问啊，你关心的问题，莫紧张啦。
我看甲最紧张诶。伊互你直直讲较紧张啊，本来无紧张啊，已经足平易啊。伊拄你我则已经提无讲话，气，伊无讲话，我惊伊就是一直甲你看，看甲袂记你爱问问题，请问问题，好毋？好啦，来问啦，就是讲竹生哥最近咧无竹生哥，你看，嘿一脸会，我安尼他是竹生哥，不是竹生哥，你那个舌头要记得挤爱给你啃落来，好毋？竹生哥嘿，最近咧无用啥物工课，就是咱知影有出歌无熟，佮有甲谢明佑黑哥，黑哥做伙合作你诶。刚是想要想讲谢明佑的代志咩？假朋友啊，假朋友，假朋友啊你看，好嘿假朋友，嘿，小黑老师我想，讲大龙叫伊小黑哥。嘿，小黑黑，黑哥，黑老师，嘿好，啊，就是有即两条歌对咧无用，那呢会当你安尼伊个伊拄则。其实你遮即摆讲的物件拢是主生哥要回答，你想要甲伊印出来。我知影你足注意伊的，好无？免安尼。我主生哥甲你介绍啊。嘿啦，就对啦最近是简单甲大家介绍。对啦，最近有甲朋友有一个创作歌曲的代志，就是甲俊杰啊俊杰王俊杰俊杰老师哪写的。个是阮朋友啦，阮朋友嘛叫王俊杰啦。我嘛是识一个林俊杰啦，哦，你说那个 JJ 毋是哦，B 你用行走 CD 的对吧？哦，各位王俊杰低调，伊毋是行走 CD 尔，伊真厉害的，我一个，伊的大伊是真厉害，我感觉伊是天才啊！行走的伴唱带，哦，毋呐伴唱带，那伊毋是伊迄个伊就恐怖的啊！嘿，伊古典的也会晓啊，流行的嘛会晓流行的也会晓，爵士嘛会晓，哦，等等，就是啥物歌伊拢有法度用天鹅湖来弹，你知影？所以是会叮当的电台，哦，一定来电台伊音乐个主持过对啊广播节目对啊，所以是会叮当的电台，对啊连声拢甲你出安尼，啊，真欢喜啊！伊招我斗阵合作唱一条歌，啊，招我甲伊斗阵写词，啊，拄好帮阮即条歌配唱的，嘿，嘛是即个假朋友哦，台语就是假朋友，假朋友，好，我假学起来，朋友，假朋友，爱讲假哦，假对假迄个帮阮配唱的，对，嘿，啊，所以嘛有即个恭喜即条歌嘛是迄个写的，啊，主要是迄当阵就讲想要写一条咱台湾人甲对入过年歌，过年歌，伊讲吼，过了10年听拢。恭喜恭喜恭，甲你讲死，讲啊有咧签华的，语伊就开玩笑讲啊有咧签的，一定就爱听即条歌。对，有咧签的，啊，所以甲一寡朋友大家都讨论少少咧，嘿讲到这啊，真正无偌久啊，迄个就甲写出来啊。讲者啊就有啊，哦真所以厉害啊我真荣幸啊，去用点着名，会使唱即条歌，甲方佑兴斗阵唱。哦，嘿，水仙啊。有水仙啊，恁是因为迄边无了，才招伊来，还是讲黑哥就直接招伊来？直接就觉得，因为阮本来就熟悉啊，毋是面薄才熟悉的啊。我知影，但是我本来就是讲是因为恁就是拍戏的时阵讲着，无，毋还是这是是分开的分开哦，这嘿。分众啊对啊，面无足久啊，哦对嘿啦啦对啦，我叫你画着啦，莫来牵拖，为着歹记伫啊，对，我歹记你。原来这会使画着的吼。阮顶届就是录音的时阵，阮连食螺丝拢会使画着，一些是伊，一些是我，一些是来宾安尼，大家起笑变起，迄工录甲变起安尼。莫讲画着，叫你影响着啦，我画着，敢着这咧嘛，这疫情都未过啊，佫画着，咱听有点恐怖的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嘿拄则讲的。拄则头前就讲着讲，你伫步秀内底，是迄个台词，因为我看拢是台文字，台词我好，你的手机爱用啦，我头仔无切进音效，啊好，歹势歹势，厉害啊好，你会害你整啊，你伫你的偶像面头前做这种代志，歹势歹势，无啦？伊咧后手以后啊，录了后壁加调就好无啊。加样是我爱甲加真掉的。吗？记得无啦，因为阮等下4点有一个教台语，好，好，第4条过来一遍，主持人主持人哥请问吼，就是因为拄则咱有讲着讲，伫个步秀这个 MV 内底，就是这拢是台语字啊。因为我知影歌词是你用手写的，但是迄个字足水的呢。想问讲你平时讲你练字，无影啦，你毋甘嫌啦。安尼你迄笑我，无啦，写写前背我，无写迄是安尼啊，是就是对通常你来看讲吼，一个
节目也好啦，一个创作也好，啊是讲电影啦、等等啦吼，作品内底你也看吼，有一个名吼。出现伫第真侪部门，你就知影讲即支片就是无钱啊。无哦，啊无开一个人爱做遮侪项代志。无得开始，即个人就是足才情的，无迄个才情足才情的，人缘投佮才情嘛，就有水安尼。有当时啊，人会讲哦，真有才情吼，但是即个背后呢，其实呢，吼，即个有一寡心酸安尼。哦，是即个无资源的即个部分是较济啦。但是一个人会使拆做遐济部分嘛，是无简单啦。无啊，就是你欠去啊，即个欠去啊。不啦，因为哦，拄啊好呛死，因为我较早就是因为可能真侪朋友知影我较早做美术做布景。对。哦，做即个舞台布景即个代志啊，所以嘛着因为安尼啊，嘛事实是真正即个 MV 无啥物经费，才我去做真侪迄个创作，所以就真侪朋友大家叫的，拢家己想办法啦。啊，拄好我美术的啊，我较早美术的，所以我就家己景啊、字啊，就先写的。啊嘛是爱靠阮导演吴定谦导演啊，伊来导想一寡影像啊，啊，甲即个歌曲当中啊，看安怎拍。所以当初是想着手写字的是导演还是你？想讲要写字，个迄台词你走的迄时阵写用这手写字是你想的还是导演？对我袂记哩安尼，就是但是因为阮的迄个 MV 内底就是较手工啦吼，就是讲阮的画景啊等等的，就 MV 的设计啊美术啊，甲伊的即个情景吼的设计，剧情的设计是伊较有一个手工的部分。为头到尾拢是家己为考，啊，因为甲阮的成长背景有点仔关系啦，就是因为我是做剧场，俊杰伊嘛是自较早做音乐走场等等，所以阮伫做的工课，伫较少年的时阵，拢较手工的感觉啦。啊，在阮较早，因为阮两个出社会拢较早，伫阮出社会当阵，电脑即个代志也无遐流行，所以等等对简单讲，就是无遮科技啦。真侪物件拢是手工的，拢爱有时间就是较无像即摆较便利啊，像电脑的啥用者就好啊。所以是想要做即个感觉伫即个 MV 内底，所以到尾啊，就想着讲啊无立体即个看要安怎迄落表现。啊，就不要，我会讲啊，无，大家都有咧讲着讲，啊，若用手写的咧。啊，我会记敢若是导演吴定谦导演就讲，啊无你看你要写看卖啊。歹势哦，佮回来记个过啊。哎，等。好，无，离开啊。咱拄仔在讲啥？手工。啊，听讲主生哥你练写足侪张的啊，你自我要求足悬的啊。无啦，因为这就是你爱写的时阵，你有一个迄个手感嘛，就是敢若你运动咧啊，你爱先暖身啊，吼，啊，就先小迄落一个小一个，先小一个，对，嘿啊，有少稍微小可小你伫迄个状况内底嘛，甲表演共款嘛。讲到状况，像台语的正字啊，状况咱是念状况，是啊。对，因为咱的控拢是去互华语影响，所以像阮即马就是，所以我你讲我台语无好啊，恁较比我较好诶。我是生活着，所以我讲我是无啦，所以我讲所以对我来讲，就是我的迄个，就是我毋是教育部规定出来的啦，我嘛毋是去学校学的，我就是生活中讲的。啊，对我来讲，戏剧的表达甲传达即个感情的物件，其实就是老岁仔听有。应该无真差较大，我感觉是啊。你对我来讲，当然语言的是时代的影响会改变嘛。比如讲100年前的英语甲即摆的英语是无共的嘛，一定无共的嘛。啊，较早100年前的台语甲现在台语嘛无共嘛。啊，所以有当时我感觉讲这敢若毋是啥物毋是讲啥物人规定遮对啦。教育部伊可能有一个规定。为着要方便学习，比如你考试的时候，上对你囡仔回答考卷有对甲毋对嘛，有我著改。啊无其实，譬如讲你拄仔讲迄个例，你若讲我妈妈听，我妈妈一定听无。对，
我嘛是。所以我有当时嘛咧思考讲安尼敢对？对就是讲，当然咱有一寡物件爱去找倒来，对，但是你找倒来了后，可能你认为的迄个真相，甲即摆现主是大家咧生活的部分，已经演变了无敢共其实我感款啦。觉拢是爱对咧了解。所以你会使讲，这是较早拢安尼讲。对。你会使特别强调，甲大家讲，较早有安尼讲。但是即摆大家可能拢变做安怎讲。这两种可能拢会通。你就互伊放互伊去行嘛，行看后壁伊是倒一个会留落来，就是安尼尔。所以有当时我拢感觉状况，你拄安怎讲？状况。对。看到底即两个当中，伫未来发展，一定是较定去用使用迄个会留落来。只是你咱伫读册过程当中有去留下讲，即个毋好袂记哩，大家小记者，有一个安尼就好啊。但是有当时我拢会感觉讲，大家即摆的气氛拢会变做讲，安尼毋对，我都安尼讲，但是毋是讲定啦，就是讲，就是感觉讲，这是即摆出来正统的讲法，咱就安尼讲。但是对阮妈妈，甲时大人迄辈就感觉讲，我拢讲啊久啊，我都拢毋爱安尼讲啊，你要规定我安尼讲吼，你吼就是安尼就变毋对啊。所以有当时所以我有当时会去想即个问题啦，就是讲即个语言的演变的过程，伫现代大家会去烦恼伊消失，所以会采用真侪方式想要甲保留，甚至讲去推测讲。互大家知，互使用，但是在即个过程当中，有当时迄个方式，对，是爱互别人接受啦，莫讲就是用笔的安尼。所以我就感觉讲这安尼就变做会我去联想就讲吼，甲咱要鼓励囡仔去学习，去学一寡物件，咱嘛是爱用一寡。用带的想办法，互伊感觉有兴趣。用骗的、甲怪啊、甲声呢，等等，有一个方式，互伊自然，袂感觉讲，卡袂着是对甲毋对，安尼等等安尼。因为有一寡人打开始咧学台语的时阵，伊若听着，感觉讲伊讲的万项拢毋对，伊其实受着打击，都无信心嘛。对啊，我都听伊安尼讲，这课本面顶开拢安怎讲，这。就 confuse 伊啊！对，而且伊家己甲你学的时阵，譬如讲伊认为讲伊学的是对的，结果出去佫叫人讲，安尼伊家己信心就会受到打击。对啊，有当时语言嘛毋是台语尔，语言拢会拄着连音变调嘛。对。像这伫学的人吼，伫学的人都已经有当时听着雄听会分袂清啊！你讲乌撒，佫掺这落来就是这样，有够乱啊！嘿。所以我感觉吼，就是讲，伫学即个语言吼，像台语也好，客话也好，拢好啦。就是你要有即个环境，你若有兴趣，其实你就加听加讲。对。要学语言，其实我感觉就是主要是练习啦，就像咱拄仔第一条讲的，就是迄个环境练习安尼。对啦。嗨。安尼佫对啊。你莫紧张啊！你莫一直家看好无？你一直看主生哥，你嘛爱看题目好无？我看我的题目，就是头拄主生哥嘛有讲着，你有做美术，所以你当初是咧做幕后的，后来有机会做目前，就是做舞台剧。那安尼敢会当？好，我讲话。那安尼敢会当请？主生哥甲听众朋友简单讲遮个故事，简单讲就好。简单讲，简单讲，要偌简单，这边讲，这题目真大诶，要落就是啥物语言，你就安尼。无啦，其实就是拖诶，演诶都演啊。其实你，但是有大家拢要讲叫我回想，有当时吼，想袂起来。毋是想袂起来，就是这就歹安尼三两句话就讲了啦吼，就是。这就是一个，这有影，这我讲的是老实话啦，就是讲这有影是做久了，拖来一摆两摆，吼，等等安尼。变做讲，迄杯骹徛久，无论是目前还是无啊，拢会使徛出去头前。你嘛使安尼讲啊，嘛是会使安尼讲啊，就是讲你迄杯骹徛久，就是你的即句话，其实就讲你伫咧一个环境当中久了后吼，你甲伊
拖咧，经过你看人演，你嘛有说哦，演戏是安尼有兴趣。啊，只要你去看到观众袂惊讲话袂顿地，他开啊，剩诶就是爱慢慢练习啊。因为当阵你找资料的时阵，访谈是写讲，就是有一届有一场戏，啊，迄当阵咱像头前欠骹手，对，啊，迄当阵就看着你，人就甲你掠起安尼。对啊，拢是安尼啊，就是贴骹，嘿，就贴骹，就是像路人甲安尼，过行着行路尔啦。就行过安尼。啊，但是啥就是对安尼行过，就变做那走出来安尼，有啥物基言无？都有话通讲啊。因为你即摆讲是3、2句话，行来就走出来。你讲的是真简单，但是其实过足长的你时间，对啊，你一定是行咧，有一个伊感觉你好像可以演啊，连人讲一两句，你敢若会使演啊，啊，佫连讲后一回，伊就可能无你佫起来加讲一句啊，就是讲慢慢啦，这真正是慢慢迄落，嘛毋是讲累积的，嘿，嘛毋是讲哦安尼，啊无你就来演。所以你敢有印象当中，你第一句讲的台词是啥？袂记哩啊，哪有可能记这？阮之前有一个，就是毋是阮节目的，就是别个节目的访问的，伊讲有诶，第一句就是赞啊，伊就是一个迄个蔡奇啊，安尼演其中一个。我袂记啊，我袂记。对啊，你演遐济戏，你若个会记，我嘛感觉足恐怖。真的。啊，朱生哥，你敢知影讲，就是阮1月30日要订报做工的人。我毋知，其实我哪会知？这无人知，我哪会知？奇怪，我叫你传接，问个问题怪，就是其实阮有听过，就是当初是迄当阵因遐的演员，因伫练台词的时阵，阮有听过，就是朱生哥你录互因的音档。啊，想要请问讲，就是对华语来翻台语即寡台词的翻译的部分啊，你敢有感觉讲上大的困难点伫咧倒位？当然因为。你华语要翻做台语，华文要翻台文，其实伊的话吼，其实华语甲台语讲话都无共款，有倒装句嘛，对啊，真侪方言拢有倒装句，所以你若用華文咧讲一寡戲劇內底，伊華文寫的台詞，你要用台語講，實在是足奇怪。對，所以你毋是干那翻譯伊的文字爾，對，有當時啊，甚至伊規段拢愛甲換過來，對，要安怎換咧？有當時啊，這真艱苦，因為這毋是翻譯。對。這毋是普通講安尼翻譯講，大家恭喜，都大家恭喜。對。伊都無法度安尼翻，伊毋是安尼翻，甚至你規篇的台詞攏有可能愛定寫。對。但是佫迄個意思袂使走去。對。所以其實即個工課是真歹課啦。對吧？做惡做誒，歹課。對啊，真歹課啊！因為你在翻譯的時候，你愛顧伊的表演，你佫袂使違反着編劇甲導演伊想要去的方向。對。所以有當時啊，開落有當啊導演伊會佇邊啊，講看要安怎迄落劇情啊、感情表演。你咧翻的時候，你有當時啊，伊若講較迄落的較定情的，伊可能就會坐喺邊啊。聽你講一遍，聽看覓啊，還是講要安那迄落較活意的。有當時啊，你會拄着伊講，伊也無一定佇邊仔的劇組，你要安那甲伊翻。你聽我要安尼翻來，敢甲伊想的共款。其實，所以我講，即個工課，我通常是我有演，我才先煞做安尼啦。無有當時啊，我若無演，我去做這有當足艱苦的，就是你咧翻的時陣，你毋知影到底是你想要甲因敢有共款啦。安尼啊，而且嘛驚講翻出來了，因為甲因平常時語感無共，全去影響到因的情緒。對，有當時啊，你咧翻的時陣，你佫毋知影講即個演員伊佫到底台語講了有認真啊無認真，你講安尼，你甲翻做安尼，伊敢講會來？對，這真濟美角啦，嘛真濟愛考慮的所在。是。所以做這個工課對我來講真艱苦，所以其實我足歹做這個工課，而且就是久來佫有一個就拄我講的，就是講我的生活當中，就是對我來講，這就是戲劇的表現爾。做這個工課吼，毋是講要等你的台語發了偌文雅、偌水、偌古文等等，發文偌深，毋是。主要是在戲劇的當中，即個生活語言有法度表現伊的感情就好啊。所以顛倒有當時啊，這是足困難的代誌。伊甲你要
足通俗的去甲大家表达一个感情，甲你足挑工用一寡足水的字，迄个困难度其实是无共的。对，愈简单其实愈困难。而且迄个开口，还有就是迄个讲出来的词，甲迄个就是囥入去的迄个情绪，拢会去影响到。啊，无你会足奇怪，你变成敢若你。我平时无讲迄个字啊，你硬要叫我用迄个感情啊，讲迄个字。比如讲好啊，比如讲啊，小姐，哦，你今日哦穿安尼足水的，你会讲安尼嘛？你袂讲，小姐，你今日穿安尼足美丽的。哦，对。你讲美丽会使用无？会使啊，咱袂使。但是在生活当中，你就会感觉，好像怪啊，敢若爱叫，哈客，伤过隆重吗？还是啥物？还是很伤文，还是讲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是语言用甲拄啊好，安尼。伫戏剧内底是安尼，免讲一定爱用足深的字来表现迄个学问，还是讲安尼遮技巧嘛？毋是大众，对，爱较大众化。啊，你感觉有过就是，譬如讲你台词翻过来，啊，结果导演感觉讲伊无介意这个字，嘛有啊，啊，就爱改。爱改我嘛无报，就是看你要安怎就安怎，嘛无要安怎。因为所以我讲我毋是台语诶什物研究所的语文的学者专家，我毋是，所以我就免考即个试啊。我就是，你听我意思啊，就是讲我对我来讲，就是这生活还是讲戏剧表演当中要安怎讲就安怎讲。啊，你也感觉讲，你讲譬如讲，小姐你穿安尼真水，啊你讲啊水我无爱即个字，啊无你想看卖有啥？小姐，你穿安尼真迷人。系啊，我嘛是，我嘛加是换做其他的形容词啊。譬如讲3、5页，互你紧看你要啊，你若讲紧无啊，我嘛无报啊嘛。哦，紧无你来。好，你听我。你一定做导演一定会紧嘛，一定会紧。导演无你紧的啊。对。导演都紧的啊，一定会紧的啊。我无导演倒过。没有，伊一定爱紧啊。对。做导演就是一个选择的工课呢。你听无？就做导演其实伊的工课本质就是选择。选择哦。所以伊一定爱紧啊，伊毋是紧我尔，伊紧所有的人诶，做演员、灯光等等，伊逐工拢爱紧诶。伊工课就是紧尔呢。哦。敢有迄就是伊紧诶，还是讲伊当初是指定你讲诶，是你就是你揢掉咧。嘛有啊。个硬讲。啊，我感觉伊讲袂过啊。哦。啊，我讲你这讲袂过呢。嘿，伊敢有迄坚持诶。啊，嘛有人会坚持啊，坚持这我只要安怎尊重伊导演啊。你总无可能讲你袂使，一定是。嘛是啦。对啊，你一定听导演诶啊。对。无你出去你嘛听一定听队长诶嘛。对无？因为这是一个。主管讲啥我就讲啥。对啊，这是一个大家诶工课，这毋是你个人诶创作啊。对。而且是导演来负责任嘛，伊到时阵头家去找伊，毋是找我呢。是。对无？伊当然伊嘛会为伊个，因为伊爱负这个责任嘛。对。系啊。安尼，拄则问讲，拄则伤冲动啊，就问讲，主生哥敢有知影咱要订报？你即马我甲你讲一遍。工商服务时间，1月31到2月初6暗时9点收报，我们的订报做工的人，12点的时阵佫订报，过两工8点嘛佫订报，互大家一概看欢喜看爽。哦，真的，安尼听起来，咱的过年有足侪好戏通看哦。是啦，好看的戏就值得佫看几粒摆啦。安尼过年大家做伙看戏嘛袂歹。是啊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即马疫情听起来抑佫伫咧拖，而且即马就是群聚的人、感染的人，真正是愈来愈侪。嘿啊，大家要是踮厝看电视较安全啦。是啦，即个时间咱就差不多啊，咱先互主生哥休困一下。嘿啊。嘿啊啥啦？你敢无别项事？你莫一直看伊，你休困。对啊，你对我讲的事就是啊，群聚。这我妈妈一定听无的。哦，对啊。对啊，群聚是安怎发出？这个事是，大家这发音是安怎走出来？我嘛真好奇啊。是安怎？即摆大家讲群聚是啥物？哦，群聚哦。对。是安尼直接翻的吗？对。敢是？对，当初是直接翻的，就是照伊的文音直接翻。是电视开始先头一个安尼做吗？是新闻先安尼吗？对，新闻先安尼做。所以大家拢讲新闻听无，就是安尼啊。对。系啊。但是因为群聚就是即我妈妈听无啊，我突然间听你讲群聚，我想到拄啊咱咧讨论的题目，都是安尼啊。因为即摆就是咱咧讲一件代志的时候，咱嘛是因为这就是安那，因为
大家吼读册拢会读华文字，对咱要讲话正经，咱拢伫头壳内底作文。对但你作文的时候是用华语作文的，对对啊，你毋是用台语作文的，对所以你讲出来的时候，你有当时下句吼，你若下句，你个要讲出嘴的时阵，你会去想到临时临秒伫迄个东吹西0.几秒内底去翻做台语，你知道？哦你是毋是安尼？对，但是对啊但是东吹是因为我听君，到有感觉到啊，但是东吹是君主，其实是有一个原因，因为就是希望讲 CDC 就是政府咱统一的讲法，无论是台语还是华语，拢有一个统一的讲法。好，就是大家看到电视的时阵，一看知影讲，哦，这个就是迄个意思，所以在迄当阵是用字来去直翻，对，啊，说这就是约定俗成啊嘛。对但是就是这是新的迄个，变做是因为这个疫情对产生出来的这个新的名词，对，哦，啊无就是变做会逐就像拄则你讲的啊，语言要重新，有一个经过，对对啊，但是雄雄若走这个物件的时候，大家会杀无嘛，对一定会杀无涨的啊，对，嘿，紧的也袂要收，会使吼，因为 EQ 要差伊地，叫你惊着那啦。是我4点。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著名人请借问。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伫公司上班偌久啊？两当半，两当半啊，你咧，后边你咧，赶快，赶快啊！啊，你哪会想要来主持节目啊？因为想要邀请你来安尼，中官甲你规定诶，讲你若无就无业绩。要过年啊，无听众朋友啊，过年要到啊，阮的饭碗去互抢去啊！慢来讲，慢来讲，慢来讲。你等哦，创啥？你遮是安怎？紧张？你莫紧张。我围攻得病，对，嘿，著名人请借问。来家门，哦，对了，到家呀，好这了个。也你快点去贴文啊！你们这样真的能剪吗？可以，真的哦，好。剪了